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4，诗篇118篇50安尼讲：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我，将我下伫宽阔的所在。三角来祈祷，伫危急中应允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世世代代做阮避难所，众山也未受造，大山甲世界万物也未造成。对过去到现在，直到将来，你永远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独独你是阮的石盘，是拯救阮的。你是阮的关台，阮袂摇动。主啊，虽然大山会散开，小山会移散，独独你的慈爱的确无离开阮。主啊，地深的所在，伫你的手中；山悬的山尖，也属伫你。主啊，伫世间虽有惊吓，总是伫你，阮就有平安。阮伫危急的中间求救你，你就应阮，将阮下伫宽阔的所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